常仔细八卦芦荟，大开普度芸芸众生，大考大验大愿大行，尊师重道忠义双成，历代圣贤先真菩萨，后人仰瞻忠义精神，人无忠义如墙边草，见风转舵使人看清，无义失信无廉失耻，无信不威无耻失人，大节不渝于义殆尽，无云则混无度则昏，无伦理者无修身者，无忠义者无道德根，真修道子修己严律，丝毫不苟念发言行，是切或搓砥砺琢磨，四毒八邪荡然无存，穷不失意达不离道，忠贞廉洁立德立品。真谛妙理经笔垂示，告诫世人一部真经，伏魔真经日日持诵，主敬存诚必有感应，潜心跪拜持念观心，忠义相随日夜遵行，心宽体盘精气神聚，无有半点亏欠存心，妖字不生魔当不入，太和元气七彩祥云，逢凶化吉遇灾呈祥，尊经孝行转运改命，经传千秋远者积卧，诵念行久美大圣神，伏魔真经前诵至此，浩然正气充塞满盈，唯独无气意气精中，唯独无形成就大功，一心贯彻以心印心，九六乾坤彼岸同登，清哉勿乎！